艺术水较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开讲一寡农业时代俗语，尤其这俗语吼，拢用手骨来做比拼。讲咱工庄人阿伯啊，踮遐伫咧贴庄啊，因为吼这道边要甲贴好水，结果边啊吼工庄一寡少年家就过来，讲伯啊，我咧看吼阿门头我敲好无？好咯啦，唔好。啊，搁有啦伯啊，迄伊道吼我来搬，我甲搬吼边啊吼，咱这道边甲贴好水。贴好照起工，贴好用，好无？哦，好，阿伯就酷扫，讲吼下暝骹手坐，大家来斗相共欢喜咯。做工石头，食工骹饭。农业时代咧讲，下暝骹手坐，下甲暝无计较。那阿伯啊，较老经验，庄啊互我贴，做即个幼工。少年家搬一个椅道，敲一个阿门头，做粗工，大家嘛欢喜呢。啊，结果吼，今日庄啊。贴规片壁贴甲水，明仔载这少年家刷去甲隔壁庄冤家啦。阿伯就讲啊，工庄啊为工庄诶，人俗语话咧讲，这原来用手做比拼诶，讲手巧魄力无魄出。当然啦，吼，这句手巧魄力无魄出，应用诶时阵就是咧讲家己爱为家己啦。有当着咱诶囝出去外口面，甲人冤家相拍，做某棍仔举起来，要讲家己诶囝啦。做翁咧唔甘，就打出来为啦，打出来阿公做某诶，打手巧魄力无魄出，这是咱人自然诶生理机能。手巧有才调，魄力尔免哪魄出，无法度啦。毋过做翁咧讲即句俗语话来表明讲，你无家己诶囝要讲，你毋着去理解一下。翁婿啊，毋是我无理解，是咱诶囝家己底人诶理呢。咱通阁讲，即个农业时代咧讲诶，讲手巧魄力无魄出，咱着爱照法律甲人行呢。咱囝家己做歹囝呢？啥物咧？咱囝做歹囝，着咱比人较舒适，咱比人较无钱，咱囝环境比人较歹，无栽培啊！你毋通安尼讲。若讲即个话，就是将责任撒互外口面诶社会。这着爱问讲咱翁仔某，咱翁某家己诶长子，做某诶甲翁劝，讲吼，虽然咱诶环境四面壁无一面通好活。啊，毋过咱家己毋通讲日日要望食补药啦，着爱望讲家己望家己手倒会生肉。翁婿，你敢知？即句手倒会生肉，俗语话比拼，原来活跳，原来一听就知，一听就知影讲，咱爱自立自强。做翁诶，才觉悟，才觉醒讲啊，某你讲安尼有影，社会甲咱看轻，咱囝家己做歹，咱着爱规定伊行好路，着爱甲诱转来，甲咱翁仔某做伙拍拼。咱着会晓做土水，着会晓贴壁。咱人一路有心做牛，免惊无力通好拖。总是有一天，咱翁趁某钱要好业，毋免3年。总是有一天，咱白手成家拼江山，出去社会，自然着甲人有坐徛。毋知即句古早流传落来俗语，望家己手倒会生肉，讲起真有意思。但遮含所有好朋友互相勉励啦。